教大家點樣去計我哋嘅住院費或者醫療豁免嗰個費用係點樣計嘅。咁啊，首先呢，我哋就要睇一睇啦。你先去到呢個醫管局版面，咁其實呢，醫管局版面呢，就係 HAORG.HK 啦。咁你入到去之後呢，其實就會見到呢個版面，咁大約第二粒掣度啦，就係醫療費用嘅計算程式。撳咗入去之後，其實我哋係會睇到進入醫療費用減免經濟審查計算程式，一個叫做進入撒瑪利亞基金經濟審查計算程式。咁撒瑪利亞基金嗰個其實係講緊呢，係醫生去同你去計，經醫生或者專業醫療人員轉介嘅時候，咁佢哋就會計你究竟適唔適合呢個咁嘅即係撒瑪利亞基金資助去做呢啲藥。咁通常呢啲藥咧都係比較昂貴嘅，咁呢啲咧就由醫生去決定噶啦，或者係有啲病人係需要做一啲叫做通波仔嘅手術啦，咁嗰條橋咧就好貴噶啦，咁大約6萬啦，依家好似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有啲病人係真係負擔唔到嘅，咁佢就需要用到呢個撒瑪利亞基金噶啦。咁詳情你可以再問醫生嘅。咁我哋依家其實焦點喺進入醫療費用減免程式計算呢度啦。咁呢個咧其實係只作參考嘅啫。咁呢個係2026年1月開始實施嘅。咁你如果需要知道詳情嘅時候，你都需要通過醫務社工或者社工嘅經濟審查去做呢樣嘢嘅。只係呢個程式可以即係比較一個草稿俾你睇到，你究竟適唔適合嘅啫。好啦，我哋入到去呢個程式。你就會見到呢個程式吓，咁咧佢就話其實係適合2026年1月1號起睇下邊啲人士符合呢個醫療費用減免嘅。咁咧其實咧都係一句啦，呢個只係作參考。咁喺個經濟審查計算程式咧之前，你要瀏覽一下公立醫院嘅診所同費用減免嘅機制，同埋查閱下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入邊嘅單張，其實佢又會有寫幾多錢啊，咩病人需要減免啊咁樣嘅。咁其實我哋上一個影片已經講咗有3類人可以減免嘅，可以參考翻嗰個影片啦。好啦，咁呢，如果我哋當一個人家庭成員係有3個，阿爸、阿媽、阿女咁樣啦，咁好啦，如果中間係有2個係65歲以上嘅人士，咁你需要撳包括病人在內65歲或以上嘅長者有幾多個啦？OK，好啦，每月嘅家庭收入係其實講緊你如果屋企係有3個人，3個人總共夾埋係幾多呢？可能譬如寫，如果得1個人做嘢，其實嗰2個都係65歲或以上嘅，可能25000蚊，咁我哋就撳落去啦。每月啊嘛，係咪？咁家庭總資產其實如果有啲退休人士係有退休金嘅時候，嗰啲如果攞落咗銀行嘅，其實都會計算在內嘅。當2個65歲以上有70萬咁計啦。嗱，記住啦，我哋如果嗰層樓係自住嘅，唔計算在內嘅吓。咁好啦，咁啊計算一下咯喎。咁其實呢度大約會寫咗，即係佢話呢個係2026年1月1號起申請嘅，咁淨係課參考嘅啫。咁如果你需要查閱更多嘅，都要喺嗰個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嗰度睇嘅。咁你撳入去，其實呢個已經 click 到嗰個優化，即係醫療減免豁免嘅機制㗎啦。OK 吓，咁我哋睇翻之前嗰頁面啦。好啦，呢度其實頭先撳咗啦，3個人住啦，咁然之後有2個人係包括病人在內係65歲以上啦，每月收入25000，
咁總家庭嘅總資產有70萬啦。咁好啦，根據你輸入嘅資料初步審查咧，佢符合經濟準則係可以獲得全數減免嘅。大約每個月有家庭嘅總收入嚇，如果25,000蚊，咁佢全免嘅限額就有29,700啦，即係全免，即係全部，即係29,700係唔使俾錢嘅。咁啊，家庭總資產70萬啦，咁佢就講緊資產限額係85萬嘅，即係話呢個家庭係符合呢個即係叫做醫療豁免嘅機制啦。但係要記住呢個只作參考嘅啫。有乜嘢我哋都要問翻醫務社工。咁呢度都有寫嘅收入咧，係包括全職兼職或者自僱自行經營生意嘅收入啦，退休金、租金、贍養費、其他定期資助補助。咁另外啦，就資產咧就包括銀行存款啦，各類型戶口、保險計劃啊、投資啊、代他人管理嘅資產啊、借俾人哋嘅款項啊、託付人其他人嘅管理資產啊、物業咁樣啦，土地、車位、車輛都會計算喺你嘅資產嗰度嘅。咁其實呢個即係程式咧，即係呢個網站就比較容易係睇到初步你究竟夠唔夠即係嗰個資產或者係入息可以計算呢個誒叫做醫療減免嘅。咁呢個程式都好用嘅。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嘅，都可以撳入去呢個醫管局嘅網站睇一睇啦。咁好啦，其實呢，資產一個人如果2025年前大約係8萬蚊啦，依家已經大幅放寬到39萬噶啦。豁免有效期由6至12個月延長至18個月啦。咁自費嘅項目以前要自己承擔，依家每年就係有1萬蚊嘅封頂啦。家庭嘅定義就係必須計入全家人嘅收入，如果係2025年，咁呢2026年就係可以剔除無財政聯繫嘅成員嘅。咁其實呢度呢都大幅咁放寬咗呢個醫療補貼嘅。咁可能呢大家呢都唔知道自己究竟需唔需要可以做唔做到呢個醫療豁免啦？例子就係講緊資產審查，一個人已經放寬到3萬9啦，延長至18個月啦，每年有1萬蚊嘅封頂。如果合資格人士已經可以剔除無財政聯繫嘅成員。咁如果大家呢度唔清楚自己究竟加唔加得入醫療豁免呢個體系嘅時候，可以用頭先嘅網站去計一計算，究竟你個資產可唔可以做到呢個醫療豁免嘅。咁下一期我哋又會教大家用一啲其他嘅 app 去計呢個醫療計算，或者大家如果有啲乜嘢題目想小 A 同你分享嘅，麻煩你撳 like、subscribe 或者係留言俾我哋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